苗圃百福第一課，口出恩言，認識兩個世界，祝福連連。第一天，箴言18章21節：生死在舌頭的權下，喜愛他的，必吃他所結的果子。箴言18章21節：生死在舌頭的權下，喜愛他的，必吃他所結的果子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求你赦免我以口傷人，使別人動怒生氣。我願意將我的舌頭獻給你，求你幫助我說出溫柔和祝福別人的話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宣告，我是天父寶貝的兒女，我有屬神智慧、能力、神的愛和性情在我裏面。阿們。